各位兄弟平安。咱个5分就开始今日的敬拜，请咱有关奉献部分、甲报告部分、甲带导部分，咱会当家己来看直播。若有手机的，麻烦家己关静音，或是关掉，莫影响整个礼拜中的电视。咱个2分钟就开始今日礼拜，请咱用安静甲敬虔的心来准备心来敬拜。
轮到我要凭你丰盛的慈爱入你的厝，我要重建为你的心，按你的圣殿来敬拜。耶和华，求你因为我会对敌，凭你的公义找我，互你的路伫我的面前建立。这是咱来信用告别，请咱起立来信用告别，用你的阿书圣经来告别。我信独一全能的父上帝，创造天地，一切有看见无看见万物的主。我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对一切伫世代以前由父生的，对上帝出的上帝，对光出的光，由真神出的真神，是生的，毋是所造的，甲爸同时同体。万物对伊来创造，伊为人为咱的拯救，对天干力，对圣神就在世路玛利亚出世真多人，伫本着彼拉多人来为咱献实的，向咱埋葬。照圣经所记载，第三日高压上天，现在坐伫爸的正边，伊要伫阳光带领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一国无穷无尽，我信手术活命的主圣神，你爸甲囝出，甲爸囝同受敬拜，同受阳光，伊捌托先知讲话。我信一个神共同主导的教会，阮告别一个会得赦罪的血礼，阮希望世人告我来世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就像当心来祈祷，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的赦免，互阮每一个人相信你的，会当得到主你的生命，会当得到永生。因为你的国话，互阮的心无空空白白。因为你的听，互阮兄弟姊妹会当聚集伫你的圣殿。来敬拜，阿罗你，因为你的恩典甲才能，就是阮才能甲恩赐，互阮会当做好的管家。求主你互每一个人会当尽心尽力尽意来听主，来为着主你的圣工来努力。因为你的怜悯，互阮伫你相信活中，阮的身心灵，无法照主你的旨来行。求主你我一遍来赦免，因为你的主爱。互阮兄弟姊妹有身体欠安，精神失落的，求主你我一遍来怜悯。主，阮伫这个所在，特别来为着阮伫这个拜三夜门顶落就咧举行告别式，求主伫一切的准备的过程，有主你的看顾，一切得到顺利。互主你伫遐的话，会当来安慰伊族。伫迄个所在，若还袂相信你的人，照过你的话，会当来相信立马主。阮也为下礼拜开始，社区的活动开始咧个开始，求主你通过这活动，会当互还袂立马主你的人，会当来立马你，吸引社区的人会当来照顾你。只是求主的灵运转伫这个圣殿，互讲的甲听的，咱平平得到利益。我们感谢基督，奉主耶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这是听圣歌队的俄罗，今日俄罗的我是亲爱的主，人类的爸。
这是咱看上帝话，记载伫《使徒行传》第3章46节，第2章46节到47节。日你当心专务伫殿内，也伫人家擘饼，用欢喜诚实的心来食，阿乐上帝，也得到见百姓欢喜伊。主将得救的人，日你加添予因。即是请蔡长老来讲道，今日主题是礼拜甲小组。两位姐平安，请你甲隔壁讲，用你的心吼，出对你心哦，真正祝福平安。感谢主，请大家来祈祷。亲爱宝贝上帝，我要来调见你，心中充满着欢喜。主啊，所求你为阮受死的恩典。我永远记伫心内，对你的脚步来行来荣耀你。主求你圣神降伫阮的中间，我真正用生命甲诚实来敬拜你，安尼祈祷，奉最后所记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咱真欢迎咱今日个三个弟兄做礼拜。我咧看圣经罗马书前书第13章咧讲，咱对镜，咱即阵对镜咧看，模糊无明。我今日开车出来时阵，阮太太讲，今日较感觉目口的物件咧较雾吼，阮太太讲你无挂目镜。我都出来啊，免去睇啊。所以我今日看到你拢模糊无明，但是拢足水的。模糊无明是无好，甲恋爱共款，模糊无明拢足水，批到对无？模糊无明足水的。我今日足欢喜朱老师，看到朱老师来，伊即个月为着顾永红兄，永红兄我甲听起来讲，身体非常感觉足健康，足欢喜。咱都有注意到无？咱嘛有一个大师傅教来呢。大师傅遮足久无看到伊啊！大师傅遮，好感谢足欢喜。阮吼，咱教会毋知你会当爱找一个时间来甲阮写歌圣经的字句啊，咱来甲挂起来，感觉加足水的迄个感觉吼。你莫无反对就好啦吼。总是相对，咱看到咱逐个来时阵，心中充满着欢喜，充满着感谢。这是一个真水的代志，咱要三角伫遮组织。有人甲我讲，蔡长老，咱毋是要做迄个小组，迄个细胞小组是安怎？对，拢总对。总是咱第一初代是要安怎学初代教会，世界复兴上大是初代教会。12日祈祷马可楼以后，5旬节圣神降临，彼得起来讲到3000个受洗，然后出去传福音有30万人咧，估计迄阵有30万人，伫足短期间的内面得到福音的消息。不管威尔斯大复兴、美国大复兴、非洲大复兴，都无人有遐济人复兴。上重要，因为因完全遵照上帝脚步咧行。咱要慢慢来学初代教会生活。我咧想这个题目时阵讲礼拜甲小组，这讲台则讲袂了。所以当我开始的时阵，我就想着问会长了。这个拜三，过来拜三，11点，
咱要到迄个二厅，伫遐开始，既然个别礼拜，先甲大家提醒，今仔日2点，要到丽霞姐文理长老的厝，咱记得个别礼拜读书。这都我想着国先兄，事实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连咱参加都袂当参加，那种心吼会感觉讲，只会当祈祷呢。所以咱即边会当借着即边机会，到下昼时的时阵，咱到迄个真善园，咱会当去陪国先兄伫遐，来讲，嘛是发展区吼，以后我到发展区，阮三下当做为查经吼，毋是足老咧吼。所以相对的时阵，咱伫遐的时阵，咱伫遐三角来笑念遮个书啊，这个真水的书啊。下昼2点，有个人请咱来丽霞姐厝，拄伫迄个，拄咱特别到复兴北路伫迄个空运机场遐搭，咱伫遐三角做伙来笑念，替丽霞姐祈祷，替领袖祈祷，因为可能还佫对因讲。咱今日佫有一项代志诶，佫有一个人伫要出国去呢。伊为着要出国去吼，伊竟然有替咱当乌克丽丽呢。伫伴奏诶时阵，你毋知注意听无？咱连麦克风无啥好吼，所以声无啥听，但是你注意听有听着呢。迄个声足水，去米起头，乌克丽迄人走啊上，我伫遐咧上，甲拍一个泡啊咧，咱所有学乐拢规个叫我上帝，是啥物人道？啥物人含万庆奉的，只是规个叫我上帝。咱所有少年，咱共一个家庭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咱互相三角来少年。然后你甲我问我，你把你倒来，倒来信上帝，所有宗教拢劝人做善的啊！你免遐麻烦，你一个月去庙林吼，去文殊宫去拜一遍，都有拜都有保庇啊！阮要着讲顶礼拜，我讲你顶礼拜他无来，讲伊去东港教会，东港教会足久的教会，足水的，足大的，因为咱甲载落去。感谢主，逐所在拢是上帝教会，拢是上帝名得着阳光。咱到逐教会时阵，咱想到要做礼拜，咱得一段期间吼，即个毋知啥物人吼，我看伊头拄一直咧看吼，即个是伫公安局咧上班的啦吼，所以讲这是秘密，公安局若讲因丢过啥物人，迄叫做泄密吼。所以相对的，咱迄阵咧直播的时阵，迄个咱的欧巴吼，我头壳我足巧的，个想讲嘿，咱拢无探访着，无咱的线上探访，我着找家庭，我线上探访，足趣味的呢。我讲线上探访，有大家心三角做伙，这嘛是咱礼拜三角心三角结连做伙啊，咱是真正三角伫遮咧做伙啊。所以宗教拢劝人做善，是安怎一定爱信基督教。我咧信佛教，即伫台湾佛教上大个啊，是民间的宗教是拜妈祖。民间宗教足济，是咱咧做迄个少数的，其人拢无啥共款。你若一个团体，人问你讲，你基督教是哦？讲是哦，我基督教。你食饭恁食饭吼，你我上国民党都有印象，若食饭头压落去祈祷，拢向头体去。无法度拄着一礼拜一遍卤卵尔，阮兜迄阵诶，即阵食卵无人要食，迄阵食卵足重要诶呢。逐去人拜托看啥物人骹头体去，无当时讲夹出一喙啊嘛好。上帝时阵，咱为什么信基督教？所宗教你看无邪教吼，嘛是讲劝人做好呢，拢做好事呢，总是尾仔钱拢伫迄个做好事诶教主诶顶悬啊。你若看即个宗教中间，就是希望你伫献钱哦，即个教主，即个宗教你都毋通去信啊。即个宗教中间若甲你讲都爱轮回啊，互你即世人吼爱做较好咧，无你后世人做前生。咱的宗教内底甲咱讲，基督教就是互咱有活命，互咱的罪得到洗清，你毋通搁再犯罪，因为咱有一个永生的愿望啊。咱所有宗教内底有倒一个人讲4个月，为着咱的4个月，咱所宗教讲妈祖救世救人，到底救世救人救到啥物？是讲宋七力，佮有分身。其实我嘛分身的吼，我暗时若困的时阵吼，有当时也无共款无一个人。咱所看到这有重要无？上重要就讲你信即个宗教是毋是？你信耶稣了，你心得着平安。所以咱大师拢讲一句话啥？平安啊！你信的宗教，互你无平安，你会惊遐。甲你讲，你若无信我吼，你会落地狱，你会安怎？你会安怎？像迄个天地教会讲，144000个会得救尔，所以讲你爱来抱我。
啊，来抱我即个教主，我得甲伊点名做144000个，这比恐吓啦！我当时有教会甲咱讲，你袂使来无做礼拜哦。我讲坚持咯，你今仔若无做礼拜吼，你会受着刑罚，你会安怎拄安怎？耶稣无咧恐吓咱的啦，咱的宗教无咧恐吓啦，咱的宗教无讲究你吼，咱即摆教会欠7500万咧起教会吼，你一个人上少献偌济，你若无献偌济吼，你袂得救。啊，都毋是天主教咧赦罪监讲，啊，管会2仙钱呢。但是照咱的心愿呐，你讲我啊，别人献遐济，我无献遮济啊，我毋通来礼拜。上帝看是看你的心呢。上帝希望你献足侪钱，我嘛足感谢的。总是你的心有够对，抑阁较重要。为什么要信基督教？因为咱信的基督教是要互你得到真理，要得到平安啊。对你来讲是你的平安，对你无要求。上帝恩典是白白互恁啊，只要你若信，就会得到救啊。信就会称作义啊，只要你若相信，就会得到救啊。你若信你主要所基督，你就会得到救；你若信，你就会称作义。什么叫做义？你当做一个义人啊！你会当伫无形中，你去改变你家己啊！你的生活自然得到快乐啊！亲像咱11月初6有人要结婚吼，敢若收到吼，暗时咧困在偷笑啊！啥物人你家己问下？做个上帝的时阵，这是一种欢喜啊！你来信主啊，所以你看到遮侪宗教，这个宗教，咱是用靠名用出来，遮侪宗教的中间，倒一个宗教甲你讲你免付出任何代价，只要你若相信，你欢喜甘愿，你来敬拜主，你将这个好的消息传互别人，啊，这是偌好的物件呢！哦，迄个要对你讲，哦，当甲教会嘛起了足大间呢，总是较偌大间都无凭遐4大佛教所起的啦。中台禅寺起41个，金碧辉煌。我是上帝敢真正爱这？上帝爱伊的教会得到建立，总是伊嘛希望上重是内面的每一个人拢是基督徒，这叫做基督徒对基督脚步咧行的信徒。基督徒毋是一个名称尔，基督徒是真正对上帝咧行的信徒啊。人中间，咱上帝所造的器躯啊！上帝本来分一口气，上帝做人是真好呢。总是因为人的心真空虚，魔鬼趁迄个势力侵入你的心，所以人是带着罪啊。所以咱讲，咱带着罪来出世啊。人人拢有罪啊，因为拢迄个罪根伫咧啊。除了有一日末日审判了，咱赦免咱所有的罪。咱即个罪根的时阵，会靠主要所基督的听管力，咱甲上帝搁好。你讲啊，我若来做礼拜，就甲上帝搁好，无哦。你呢，每一个人甲主要所基督连结，但咱甲上帝搁是通过主耶稣基督甲上帝搁好啊。咱咧真早这个代志，所以咱每一个人，咱看到主定赐你是个时阵，咱就知主要所基督要互咱一个新的活命。信主了，伊新的活命，今日主内面所信的人是安怎？新创造的人啊，旧的代志拢过去啊，变成新的啊。咱每一个拢要一个新的物件。我都有当时你讲安尼，你着信主遮久啊，你已经新搁再新啊，啥物叫做新搁再新？每一日拢新的啊。每一摆祈祷拢新的啊！我昨暗时坐伫遐向阮太太讲一句话，讲我足想要找一个时间带咱教会内底，咱来静静祈祷。咱无啥物仪式，这是万民祈祷的殿啊！咱坐到遮静静来祈祷，祈祷教会复兴。心内你有困难无祈祷？我要出声好，我无出声好。即个教会有一日今晚，咱要甲称做万民祈祷的殿啊！咱伫祈祷中间了，要来看即个复兴啊！你敢问讲时间？讲我毋知呢。上帝自然家己会动工。我已经感觉上帝圣神开始咧动工。COVID-19的时阵，以前咱的教会开始看到咧起步啊。好，咱去三重埔教会80周年，咱拄啊40周年。好，咱拄啊去37个圣歌，伫个3个会友去拄啊40个。哦，迄阵去了念三重埔教会，就讲哦，安尼教会斗太遮强，你圣规太遮勇。
即嘛无40个啦，总是真正较是够水。甲咱迄个机遇较歹尔，好，村拢处理好够好。哦，处理也足感动诶，真正迄个圣善嘛是咱的希望，咱咧教会即个建堂，咱是暂时在世间的建堂。咱伫遮尽心服侍，有时伫即个新的圣城、新的耶路撒冷，咱要伫遐搁使30自集，迄是偌水的所在咧。是文理长老拜三个别礼拜，安尼就结束啊？少，毋是结束，伊是困去。有时咱要伫天堂的所在，咱要搁三角见面，咱要搁三角伫遐做伙，咱要三角伫遐做伙，咱要真真正正知主要所基督互你的。是一个善良的性命，主基督要赏赐你是一个真正活命，所以讲你着爱信伊啊！你信伊的时阵，互恁咱对社会来讲，你伫遐会当得到罪赦免，所以积极安怎？亲像耶路撒冷，像咱今日所读的，咱的金句内底甲咱讲，勇敢去传福音嘛。为什么要礼拜？为什么要小组？除了咱敬拜上帝以外，咱的每一个人，咱无可能光顾全体啊！你甲想，第一便领洗的3000个，敢迄3000个拢有熟悉？无可能嘛！尾啊30万个有熟悉无？抑搁较无可能。总是主要所记着讲，留2、3个人，奉我的名主持，我都要伫因中间啦。咱都要三角伫遐做伙啊！这是一个真重要的，咱无注重教主。有人讲我已经行过安尼算的6间教会。我6辈嘛行过差不多7、8间的教会哦，我无详细算。这人会去一袂？有可能袂去一楼，有重要无？啊，当然无重要，哪有重要？咱重要，咱怀念马该博士，怀念咱台北医师，怀念马个博士，是因为因用这个脚业要互咱做咱思考的模式。咱跟对因的脚步，因为传做福音，总是咱历代经过足侪牧师、足侪传教者。有重要无？嘛无真重要呢。咱讲逐工教的是你是牧师嘛吼，你牧师伫遐开拓的，咱是纪念伊伫遮开拓，总是上重要。伊毋是教主，教主是主要所基督，所有的敬拜拢是主要所基督。我伫遮嘛要甲中央教会咱遮兄弟姊妹讲，毋免写历史讲有某一个段期间一个娶某某伫遮咧徛讲台，迄无重要。我无你拢甲袂记无重要，有可能经过一代了后，无人会记错某某。总是你若会记你主上帝，你若会记是上帝，你若会记是主要所基督救恩，你若会记是圣神要伫你的身躯做工。所以今日我看到咱正一个 Peter 的太太来时阵，阮太太讲，一礼拜，他讲伊来讲要来，伊足欢喜，伊甲我讲一礼拜。OK， 我看到讲，吼。来，还佫挂一个足水口罩，你看大家看，伊个口罩夹，我真看无一个人甲伊色相共的哈。所以讲，你伫遮想啥啦？这欢喜啊！看到咱厝，咱有当时伫厝的时阵，看到咱一个亲戚向来，看到咱一个朋友向来，看到咱兄弟姊妹向倒来，你欢喜袂？你当然欢喜啊！咱无去用教主哦，咱爱是啥物？咱爱救主啊！主要叫做是救主啊，救你性命，互你得到活命的主。毋是教主好，我要将我的所有的性命拢奉献着教主，教主会祝福我后一代。那即个状况拢假。那甲你讲吼，你爱奉献你的钱，你的所有的物件卖掉来互我，迄拢假，迄无可能是真的。咱阁有人吼特别阁奉献钱财，所有的钱阁厝拢登记。阮常常伫法院常常咧办事，尾仔讲叫骗去，迄教主拢去登记互教主的，迄登记互迄个甚至。咱莫讲人，有寡牧师登记厝，登记互牧师呢。你讲我登记互牧师，或者牧师有够好，我厝登记互牧师。我讲你他毋登记互教会，互教会用你登记互牧师比个人。牧师无重要，中职嘛无重要，迄是各尽其真尔。上吊是安怎？咱每一个人真真正爱珍惜。一个富翁伫英国迄阵有用黄金所做的英镑。哦，一个富翁摕只英镑，叫人倒咧算笑，讲来，我照一堆英镑，我一个英镑要叫人换1变4，我差几百倍哦。伊讲，哪有迄个人遮戆的？你这地啊要叫人换1变4，大家嘛烧手。伊讲后面啊，人生吼拢无相信别人。好，伊就真正去伦敦大桥遐，到伦敦桥遐就摕倒遐共好啊。我讲，啥物人要来换哦？
一个英镑换一个便士就好，差几百倍呢。大家找拢笑，迄哪有可能？迄假啦，迄英镑拢假。伊拄摕，大家拢讲假，摕要换的人进来哦，遮有规地哦，遮足济哦，要换的人来哦，换偌济拢袂要紧哦，恁摕偌济来换拢袂要紧啊，大家拢过拢讲笑，一直过，结果一个囡仔讲爸好，迄看得金水水呢，讲伊变4年袂要紧啊，俗啊，来，我今日换一个，就换迄个，换来就讲，哎呦，怪哦，那重，迄个真正重呢，转走去金仔店。这是真的啊，真的哦，伊叫佫走对，既然真的，我著所有的变数拢惊你换。迄个富翁无伫咧啊啦，伊著用了，伊手讲倒一个换伊就走啊。是啊，基督的救嘛是安尼呢。伊遮尔好的宝贝，伊是真正黄金呢。伊要惊你换迄个伊变数，迄个无价值的物件，你敢若甲看过？你慢咧拜，你嘛无咧见。对你来讲，迄拢假啦，迄哪有可能？有可能讲你相信主耶稣基督就得到救，拢免伊无工课，你就得到稳定，哪有遐只俗，拢免代价。受着嘛无啥可能啦，无可能拢假。结果真诶，你甲当作假。遮尔好诶宝贝，你甲当作假。你会当换英镑，你甲真正英镑，你甲当作假。第二项，那为什么要来做礼拜？你讲我带长老太会足主动做礼拜，礼拜时阵，他咧鼓舞讲，咱即样分小组，希望小组大拢去会当高声你去做诶人，愈来愈侪人，看会当逐个来做礼拜。做礼拜是咱对上帝基本诶尊敬啊，敬拜主是足重要诶。那今仔日是总统府甲你邀请，你逐礼拜来总统府坐坐才叫我开讲。我想你袂来做礼拜，你去总统府。我常常咧想这问题呢，有一日常常蔡总统甲我讲，某人啊，这个礼拜日吼，我看你莫去教会，你来总统府陪我开讲，我要怎选定？阮迄个陈国义你讲，你免加选定啦，伊绝对去教会啦，伊无可能去你总统，迄著基本免选定，去即个简单算笑大多少，迄免选定啦，蔡委员绝对走去教会啦，迄无可能去总统府啦。你搁去总统府，我甲请，叫甲请伊嘛袂去，毋是袂去，毋是我看无起。我足爱，总是若礼拜日拢我搁较爱来教会。敢无一个人会当比拼咱的上帝，King of Lord，会当做礼拜是我的公营呢？今日我会当打到做圣殿是我的公营，我都感觉感谢主，互我会当来到遮的，是主互我的福气呢。毋是我家己的地位偌好，我家己偌高，是主引准我来，伊将我当作宝贝，所以我来敬拜伊。这是偌水的一项事呢。那我基督教教会关系是安怎？11月7日的时阵，咱其中一段圣经节，我已经偷看到啊。迄段圣经节是咧讲有所书5章23节，听讲是伫阿仔某足生气来，要念，迄个阿仔某恁死到恁就知。有时候5章23节，第讲基督教教会关系。咱常常咧结婚典礼都用迄个某甲妻子跟丈夫的关系。其实那个更重要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。那是什么关系？基督有爱，教会顺服。你讲为什么叫顺服？就顺服中才有爱。但使到基督卡家，迄就是三听呢，迄是真正的三听。所以坑人为先啊，这不是重点呐。做善事是基本的，是人的基本。我讲一遍哈，你毋是做善事，你就会当安尼飞黄腾达。做善事是你基本的，所以你常常有听人讲啊，你咧做嘅足重的哦，所以咧做善事。要做善事先啊，你咧做爱超度，我甲你化解，叫做祭解。所以讲你爱偌济钱吼，我就甲你改掉好个厝吼。像我当去台南电话的时阵吼，迄个办公室的椅仔是斜的，讲迄个方向安尼会改变你的命运。啊，我来得甲超正，啊，就咁坐迄个斜斜甲超正，啊，我第一个啊，随开去各位，讲安尼风水拢改啊，所以我逐个拍拼要去坐啊。咱偷风水啦，
当然，我无否认讲有寡风水是因为流体力学甲建筑力学内底，譬如讲路冲，啊，你个路不管是车安尼，啊，当然是风水无好啊，因为定定会有可能较早拢是买车，驶，啊要挖啊无注意就全冲到恁兜去，当然迄厝就无好啊。所以咱讲风生水起，你也去看叶明汉牧师，伊就讲风水的，有理无？足有道理的啊，迄叫做统计学啊。总是毋是逐项代志补啊到尾啊吼！我看咱的港台吼，我本来家己就讲咱港台是毋是会当提早吼？我感觉讲安尼假说咧吼，足无自由，我若会当摕一支麦克风安尼行来行去，港台安偌自由咧，偌好咧。啊，伊讲吼，我带咱个线，可能线路使咱以后再来研究。咱即个风水嘛是安尼，我看咱港台需要写写咧，爱看咱教会较济人咧，迄风水啊对方向。港台伫遮就是伫遮啊。上帝讲台拢足水啊！伫圣殿中间，拢是真水的所在啊！咱无需要为着这代志来讲啊。做礼拜，叫做礼拜，做着礼拜跟做礼拜是不一样的。所以顶礼拜我讲一样啊，什么叫习惯？什么叫做爱？习惯我们不要把它做礼拜当做一种习惯。我著已经时间到，我著礼拜日到，我著招阮阿公、阮阿嬷、阮啥物人吼，我著第几代信徒，阮著时间到，阮著来做礼拜。啊，做礼拜了，著再见上帝，交我都无关系啊，啊，佮开始过个生活。做礼拜上要是为了听，咱互相伫遮来分享听了，将这听喏传播出去。做礼拜有好处哦，当然有好处喏。迄个好处是甲咱讲，咱会伫做礼拜中间，咱会当看到兄弟姊妹彼此相听。教会上听嘛是爱彼此相听啊！若无彼此相听，这毋是真正的教会啊！这是叫做党团呐。哦，我属即派，我属阿波罗，我属保罗，我属基法，基法就 Peter 吼，我属基法。哦，逐个伫遐互相相知。咱头属啥物人？咱属基督尔。你之前我管咱，互大众是啥物人？上帝啊，主耶稣基督啊。咱教会无分派，咱就是一家人。你讲这一家人，讲到个信息无信息，咱就是一家人，因为我们要彼此相爱。我顶礼拜无看创作，我即礼拜看到创作，我就感觉足欢喜，对无？创作，你有足欢喜的无？你嘛足欢喜。所以咱每一个人真正才知，咱三甲做是欢喜的一样事啊。我看到你，你看到我，哎，一礼拜无见面安尼，佮看到你，哦，迄个感动就佮无共款，足欢喜看到你啊！阮姨婆今日开台，你主要看，阮姨婆今日衫穿足水的吼，我头拄特别去遐学咯，阮姨婆走去退，哦，伫遐吼，伊衫安尼，今日穿较水，我特别去遐学咯。这上对啥咯？我看到你就欢喜啊！我问阿姨讲迄搬厝吼，我刚想着阮阿姨搬厝，我就特别爱笑起来。迄住40-50档的厝要安怎搬啦？迄敢若只有等条物件尔，剩咧无叫做搬啦。迄搬厝搬一遍厝，就是讲着一遍插头啦，物件等了啦。差不可能40-50档一大堆物件，阮兜搬20遍啊，差不多20遍有吼。第一遍的厝到即个厝拢总无去啊，差不多物件拢总得了，啊，拢毋敢搬呢。今日收工啊，咱洗足侪颠盘啊。哎哟，我真歹请咧啦，等候我事业较好咧，我倒来信主，啊，才囥咧，囥咧。即边高雄中成大火，最大问题伫对，迄起路吼囤一大堆物件啦，走拢走袂赴啦。啊是安怎？啊，才炖一个，啊遐炖一个，啊才炖一个，啊咱搬厝嘛共款，你遐炖一个，啊遐炖一个，啊你无形中40-50档后头发觉讲，哦哟，我头遐济物件，啊本来是讲一车就搬会了，变10车就搬袂了，啊最后是安怎？单调啊，你若厝住较久，你去搬厝，你就知，唯一个代志就是即项要等无，即边先等了一半，后边佫搬一遍，啊佫等了一半。啊，佮搬厝，啊，佮等了一半，等你搬到尾了，发觉讲吼，拢总等了。啊，若要较早知吼，就要倒你衫裤着了摕摕就好。但是你拢会倒啊去，咱基督徒嘛共款呢。即个靠路等一个，即个靠路等一个，接一堆，就村到村大后桥要走哦，啊走袂赴啊。咱应该放杀无重要代志，甲放杀，完全归用伫主要所基督。所以彼此啊相听，互恁会听心会当做伙，所以讲毋通停止聚会啊！你毋通停止咱的聚会，因为伫聚会中间，毋通上帝甲你参加做伙，有可能今咱的聚会中间，我无较敖，
总是有可能圣神通过我讲到一句圣经的话，讲到一句话，刺插到你的心啊！原来上帝的意思是安尼。有一个人甲我讲，我伫失道时，有人甲我讲，啊，蔡长你今日讲到敢拢咧骂我咧。我笑笑讲，我讲到是安怎骂你？伊讲我真着叫阮太太安尼好，为着一生两个带冲了，啊，你今日一直甲我讲啊，我无好好，你做先生啊，安怎拄安怎一直骂？我敢若拢咧骂我呢？我笑笑甲讲，我上帝叫我骂你啊！伊说我对了感谢主，感谢主，好，我才感觉我毋对，好个在你今日讲到拢骂我。我来知因两个翁某冤家，翁某冤家普通拢袂当公开去讲的。咱上帝有照着即句话，咧甲你讲，咱来互相相听像爱提奥别个太监啊，伊准是去做礼拜呢。伊虽然是一个女王掌管银库一个太监，总是去做礼拜。做礼拜倒来时阵，菲利迄个执事中间，圣时甲讲，你到迄个所在去，伊突然到迄个旷野中间，啊，看到伊拄在读圣经，读以赛亚，以赛亚掀起来时阵吼。看无啥有43章讲啥？伊收牵到收台底也无开喙，啊！看一部讲啊，这是咧讲啥物？啊，这是啥物人？菲利到边仔讲，你咧看圣经吼？啊，你看无吼？啊，无我会使甲你讲一下袂？爱着甲讲主耶稣基督啊，安怎？啊，尾啊，你诚做人，上帝形象诚做人，啊，然后为传福音啊。互无赖，为着咱来受苦，爱受苦的时阵，互鞭拍，互侮辱，拢总无开喙。然后第3日句话，啊，特别开来讲啊，我读一部以赛亚书，较读都读袂清楚，啊，原来就是安尼哦。所以甲讲边仔拄好一个好，讲你会使甲我领洗礼袂？因为我要信主，我要信主耶稣基督，非你专直接甲领洗礼。伊若无去做礼拜吼，伊就袂当着非礼呢。伊若无当着非礼，伊就袂得救呢。这是相对的啊。咱每一个人为啥要做礼拜？这是重要的代志啊。做礼拜，哪会当刻咱教会观念？最主要咱强调做礼拜时，基督就是咱的主。每基督就是咱的主，咱每一个人真真正正，若是有主耶稣基督。你就感觉足欢喜的，你毋通讲哦，做礼拜足负担足重，有可能拜啥物祈祷会啊，咧拜那个献歌队啊，佮爱参加关怀祭典，啊，听我后礼拜开始要关怀站，我足期待呢。咱教会真正行出去，伫社会中间，毋是讲因一定爱来信主，总是爱互因知讲，我们教会就是爱，我们欢迎你们来，因为我们就是爱，你们来没有任何条件，我们就是爱。我们来照顾你们，我们看到你们来，我很高兴。这个教会就是开放给社区，大家都是爱，在爱之中，我们彼此关怀。圣时人感动，伊来信主；圣时人袂甲感动，伊袂来信主，这拢无重要啊。上重要是互因知讲，这个教会是真正三天一个教会啊。所以问号中间，咱知讲第一遍的过偌济，啥物人参加？第一遍的过偌济啊，最后说死去了后。到第7日，然后伊去到门徒台，我要惊死啊！好，带聚会吼，门拢关起来，门拢关起来，中间吼，推到最后所祈祷落来啊，讲一句话：愿恁平安。咱今日毋知特别甲咱讲，甲出面讲平安，平安是基督徒上水的啊！愿恁平安，愿恁平安呐！哦，咱看这技术的种讲愿恁平安，你要看我翕的骨。所以说，叫讲一句足重要话哦。讲我若想使恁宽平的，你要写啥物人的罪，就写啥物人的罪；你要定啥物人的罪，就啥物人的罪。只要所基督互这个门徒分一口开了，拢会受圣神，互因有宽平。总是有一个人无参加礼拜，无参加小组，迄顶一个小组嘛。啥物人？多马啦，多马这个人，就根本都无看到，拢无相信的啦。哎呀！这哪有可能？对主耶稣基督三当我竟然看主耶稣基督一边光辉，竟然生性多疑了，没有给我亲自看到，我绝对不相信。这个人分一口气，受了圣灵，一个人无，迄人啥物人？多嘛？因为安怎？大家咧聚会时阵，你们在走对跑跑走啦。大家咧伫遐咧小组，伫咧小组聚会吼，这个门徒伫遐咧聚会。啊，甲一个人跑跑走，就是倒嘛。主耶稣基督来的时阵吼，伊看到主耶稣基督无看到。主耶稣基督分口开完受圣事的时阵，啥物人无受到？倒嘛。
所以你看咱以后圣经来中间竟然无记着多马的记事啊。对伊来讲啊，伊敢若消失去的人共款啊。虽然讲是12个使徒中间一个，无像犹太安尼去卖主耶稣基督，总是多马等于一个敢若礼拜做的信徒。对耶稣基督根本是无效的一个信徒啊。所以咱礼拜有三个心态啊。有当时是咱都古早，都时间到习惯性的，无来礼拜袂使。啊，第二心态是安怎呢？好，我伫教会无看到，有人专门吼，因为礼拜太久啊，视力足好。受圣乐队袂来参加圣乐队，定定就讲，今日马术做节唱毋对，礼拜了就开始来甲伊个注意讲，注意，即个今日速步伤大声，啊，后头做节唱了毋对，啊，速步做节唱了毋对，马术唱了毋对，有即个人吼。啊，恁咱免讲啥物人，若假使今日有晚上听到的人，我想迄个人该反省一下。无说今日讲道吼，无好啦，倒一个圣经应用了毋对。啊，迄个倒一句话讲了毋对，啊，倒一句话就是咧刺杀啥物人，挑伫针对啥物人咧讲话。伊来做礼拜是安怎？伊是历代基督徒啊，圣经伊足捌的啊，足好唱歌啊，总是因为伊太会唱歌，所以伊免参加圣乐队，专门来看圣乐队对毋对。今日咱弹乌克丽丽，我足欢喜啊！根本阮迄日用一个吉他带圣乐队弹，叫讲圣经倒一个记载讲会使弹吉他，你摕出来我看。圣经记载无记载讲会使弹吉他哈，是弹琴弹声尔呢。啊，迄个时代都无吉他，啊弹吉他，安尼骂一直骂，阮尾后拢毋知安怎处理。迄是专门咧挑毛病信徒，有无？嘛是有啊。做是感谢主，互伊来有一日上帝个感化，上重要是安怎？第三个信徒来是真正完全要敬拜上帝。做一小组重要时间，可能我袂得讲真久，咱较定定特别小组，咱今小组小可变一个方式，看会当面对面的。你讲啊，抓定了小组是伫礼拜日，咱今日即集，咱三个来，恁因为这是国语的，咱来就部给咱家摕起来，来，咱家做伙来，因全部伫店内，搁伫人家隔壁做伙来。咱这国语，因全部伫店内，搁伫人家背饼，用欢喜诚实的心来食。感谢上帝得到正百姓的欢喜，来即句话做伙来，做将得救的人数日日加添互因啊！这有水无？因全部伫店内，就是因专门来参加礼拜啊。搁伫人家，就是讲因有一个小组背饼，欢喜诚实的起来食。咱对捌咧讲，咱就准备物件，伫小组要做地点哦。食物件真正是种联谊呢。咱伫小组中间是真互相爱食物件，是种联谊啊。所以咱今日小组慢慢来感觉享受迄个小组的三听，然后咱慢慢有可能有一日，咱要做迄个 PGC 小组，咱开始有迄个互相祷告小组，咱开始有一项来，咱看上帝安怎甲咱引带。伫明年有可能咱展开足侪行动，看上帝安怎甲咱引带。所以伫家中背饼，搁一句足重要安怎？学了上帝得正百姓的欢喜啊！这啥物意思？是讲咱小组吼，每一个人来的人爱感觉，互伊感觉足欢喜的呢。毋得讲哦，恁来安尼，早叫拢早甲遮深吼，我着圣经拢毋捌，我又毋敢来。咱来是甲招呼啊，互伊知咱听伊啊，加伊关心嘛。有可能咱有可能想讲咱。你想讲，你去做时，咱完全为着你写这，阮哋点来祈祷啊？啥物人有艰苦，咱为着来祈祷啊？主老师来时，咱为着仰望遐来祈祷。这个小组关怀中间，你发觉讲迄个贴，圣神的伫遐动工啊！你免烦恼，圣神的伫遐动工。伊这上重要是圣神动工，所以第一个家庭小组是哪位？第一个家庭小组，咱每一个人会知，每一个小组主要所基督传福音时阵有变水的。因一个小组，迄个小组从厝顶拆开，降落，我最后所叫做小组。所以咱咧最重要一项代志，就安怎？将福音甲推销出去。你若福音无推销，真好诶物件，你逐个拢爱敢若迄个，咱家己想想，咱敢是保险员呢？咱爱推销咱诶福音嘛，因为主要所基督真正要推销咱诶福音嘛。有一个妈妈已经老啊，伊咧。囡仔一去想讲，特别甲送去养老院啊，因妈妈感觉记得无啥好啊。啊，两个有一日坐到目口，坐到目口的时阵，一只麻雀，一只赤鸟啊飞来。因妈妈专门讲，儿子啊，
那是什么？麻雀呀、哦，麻雀飞走了。等一下，妈妈感觉快睡着了，突然你就避开，那麻雀又回来了。儿子啊，那是什么？我跟你讲过了，麻雀。哦，麻雀。那你把手个踢开，那只那只麻雀呢？蛇了谁过来呀、儿子啊，那是什么？妈妈，麻雀。我再讲一次，麻雀。很不耐烦，因为妈妈笑了笑，转入去厝内底，摕一本细本簿仔出来。这一段，儿子你念念看。因囝摕咧，我带我们阿明到公园，看到一只麻雀，他总共问了我21次，那是什么？我跟他讲了21次，那是麻雀。我每次讲一次，我就抱着他，那他就好高兴，我也好高兴。然后突然他儿子看到他妈妈，好像在缅怀那个过去那段时间，他脸上带着微笑。那是麻雀，那是麻雀。他的儿子突然哭起来：“妈妈，对不起，妈妈，对不起。”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上帝每天都问你那是什么，你记得跟他讲，用很高兴、很温暖的口跟他讲，那是麻雀。上帝问你的每一句话，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用很高兴的心跟他讲，那是麻雀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非常感谢你，让我们能够聚集在这里做礼拜。我们等一下也有小组，求你照顾我们，帮助我们。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都是出于我们的内心，我们的高兴。那是麻雀，是的，主啊，我们用很高兴的心跟您讲，那是麻雀，那是温暖、温馨的一幕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现在应答上帝话，信息。278首，起立来吟专首。
者，请师兄的来奉献。来迎奉献诗。上演391首，上演煞咱请李牧师甲咱祝祷。愿主耶稣基督恩惠、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，时时刻刻甲大家三个地地，对即时起，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密道避讳。咱真欢喜吼，进人甲伊甲规家吼，都到伫咱个所在来向咱做礼拜吼，将咱个欢迎谢谢。啊，伫小组的时候，咱当搁较来分享啦吼，咱当咱阵来行一个平安礼，啊平安礼行了，咱就马上来小组的分享。谢谢。
礼吼，喂，咱一面行平安礼，啊一后面咱小可来刷椅啊，互大家当小可爱当对面吼，讲话较袂遐大声吼，来，嘿。大家三个来做小组，咱的小组真是关怀小组吼，所以讲每一个人。来，咱听迄个干长的安排吼，啊，咱用来大家来做伙吼，啊，真会大拢会当面对面，爱当细声讲话就好啊吼，啊，大家互相来分享，慢慢啊学出来教会，大家礼拜了后就是大家组织，了互相分享，哦，非常的快乐嘿。啊，你若有诶，要无也是讲即摆新来，也是讲以前无参加小组，咱来甲邀请吼，邀请去你的小组来。迄个，咱的青年小斗相共一个好无？来小刷椅啊，一个来，咱请有诶小可较起，有诶小可起来一个吼，咱小来刷椅啊，小来用一个有小组诶型安尼好来。啊，一后面大家来招呼，啊，咱后壁吼，吼，咱有娃娃，我，等下，咱的娃娃要来头前吼，牧师林牧师甲咱带咱来祈祷无？迄个娃娃出来吼，拜托你牧师来祈祷，你也安排好无？迄个娃娃今日有一个新的娃娃来，就迄个娃娃，迄个啥物人？迄个。